今日同大家嚟個超快速嘅 Get Ready With Me，呢個 GHD Duet 真係懶人一物啊！濕髮直接吹乾兼做造型，慳翻好多時間。佢可以喺吹乾頭髮嘅同時，做到順滑又有光澤嘅效果，而且完全唔傷頭髮，幾分鐘就搞掂啦！呢支膠原提亮妝前防曬底霜之前已經無限次介紹過噶啦，今次用咗三文魚式嘅遮瑕液，遮蓋一啲色素沉澱嘅位置，唔好忘記遮埋鼻翼泛紅啦。底妝方面，夏天最緊要夠薄夠透氣，用 cushion 均勻拍開，打造一個自然嘅好膚質。跟住會用四色碎粉輕輕掃喺 T 字位同容易出油嘅地方，令個妝持久啲。畫眉方面，最近愛上咗呢支三叉眉筆，可以一筆一筆咁畫出仿真無流，超簡單再幫眉毛定型。今日眼妝嘅重點就係 Suko 嘅最新眼影盤啦，佢嘅配色好溫柔，輕輕咁將淺粉色放喺眼窩上面，再用呢隻超靚嘅橙色，用掃加深上下眼皮眼尾嘅位置，順便將餘粉帶落去下眼皮，掃少少啡橙色下眼尾做漸變，閃靈靈嘅紫色做眼周嘅提亮。今次用咗粉紅色嘅眼前液，主要畫喺眼頭同眼尾，塑造自然纖長嘅睫毛。呢款睫毛膏可以均勻地包覆每一條嘅睫毛，提升睫毛嘅存在感。Shading 輕輕帶過，米橙色嘅胭脂有種健康嘅紅潤感，仲帶有少少粉色珠光添。唇膏揀咗珊瑚色，有種水潤通透嘅清新感。呢隻珊瑚色真係好靚啊！一個淡顏夏日氧起妝咁就完成啦。希望你哋都中意今日嘅 Get Ready With Me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